再来，咱来恭请到一个宝光建设金建林的来甲咱致辞，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恭请伊甲咱致辞。咱香港一贯都总会王理事长，咱义和县长大会主席周建林各位建林，各位乾坤师兄弟之外，大家午安。今仔日是奉天承运，风度吉日，在咱兴业组何老前人所种的道种道因，今仔日已经粒粒拢成果，可以说是咱兴业在何老前人领导之下，万国九州的道路拢开始发展了。尤其有咱香港何老前人伫护持护法精神的领袖伊的代表者，今仔日也莅临甲咱义和县长。我相信，咱今仔日一贯道所有地主，会当讲占着兴业组义和县长的光爱来甲学习。我今仔日小小的好客第一就是来祝福、道喜、道贺；第二就是抱着一点的心要来学习。伫咱义和县长8位的点元书，80间堂，会当讲兴建一个富丽堂皇、庄严的义和县长。这就是做咱一贯道地主应该爱学习的。请各位同学兄弟姊妹需要来学习吗？应该爱学习。所以今仔日有来参加这个开场典礼我相信大家都是道喜充满。今后咱来学习义和县长，这个社会，咱的国家需要老百姓需要一贯道，咱的一贯道需要老百姓、老百姓来信咱的道，因为咱的道有真理，恁当为信仰，有信仰咱就有信心，有信心咱就会团结。伫80间堂8位的点元书会当兴建这大，的这个县长相信日后县业分平万里，道路大开宏典。咱今仔日抱着最欢喜的心来甲庆祝祝福。小好客占着几分钟过时间最后祝福咱今仔日开场大丰建，一切道亲拢平安顺利，正反合体，道体健康，祝福开场成功，谢谢。感谢咱林建林这款的这个鼓励相信大家呢更加有这个信心更加了解着未来，爱搁更加前进这个所在，感谢着咱林建林自己呢，甲咱做一款的鼓励。这个所在，有缘请咱以热烈的掌声来感谢着咱林建林自己来鼓励。